主后2025年10月1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上帝神更新性命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以西结书36章第1到38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36章。上主命令我对以色列的众山传达伊的信息，将至悬上主的话甲因讲。上主讲：人子啊，因为以色列会对敌捌讲，哈哈！以色列古早就有的山峦仔要变做阮的产业啦。所以你着传达我至悬的上主的信息，讲：因为对敌互你荒废，对四面吞踏你，互你诚侪其他国家的产业，互因的人民甲你踢笑，当作笑谈。所以，恁遮的大山、小山、溪沟、山岭、趴远的地、荒废的城，互周围列国占领、受欺负的，着听至悬上主的话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的受气亲像火跌倒，要谴责列国甲以东人，因为因存心恶毒，占领我的土地，欢喜快乐，将伊当作战利品。所以，你着对大山、小山、溪沟、山谷传达我有关以色列土地的信息，讲：因为恁有受列国凌辱，所以我至悬的上主大受气，立誓讲：恁四周围的列国一定嘛会受凌辱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。毋过，以色列的众山树木话阁无生，为着我的子民以色列恁遮的人结果子，恁真紧就会转来。我关心恁，疼惜恁，要互恁的土地袂当阁开垦种植。我要互以色列人口加添，城镇有人徛起，风暴阁在中建。我要互恁甲恁的前生拢兴旺，生炭真多。我要互恁住伫早前大价的所在，享受恁比以前搁较侪的福气。安尼恁就知我是上主。我要互我的子民以色列恁遮的人伫众山的顶面行踏，因要成做恁的产业，袂阁互恁伫遐丧失儿女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人捌讲，即块地会吞食人，阁互国家丧失人民。但即块土地袂阁吞食人，袂阁互人民丧失子女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：你即块土地袂阁受列国凌辱，袂阁受万族欺欺，嘛袂阁互人民丧失子女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以色列人住伫因本地的时，因的所行所做，将迄块土地拍拉残。对我看，因的行为亲像经期中的妇女无清气，因为因伫遐杀人拜偶像，拍拉残迄块土地，所以我要将我的大受气摒落伫因身上。我要照因的所行所做刑罚因，甲因放逐去外邦，四散伫列国。人拢得讲，这人是上主的人民，煞着离开上主的地。因互我神圣的名伫因去的列国受亵渎。我珍惜我的性命，毋过以色列人无论互人掠去倒位，拢互我神圣的名受亵渎。所以，着甲以色列人讲：
我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以色列人，我要做的事，毋是为着恁，是为着我神圣的名，因为这个名伫恁去的列国中受亵渎。恁要互我的名伫列国中受亵渎，毋过我要伫因中间显明我的名是至大神圣。安尼，因就知我是上主，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：我要对列国中带恁出来，对万邦聚集恁，带恁转去家己的乡土。我要用清水甲恁嗅，恁就清气；我要甲恁洗清气，除去恁一切的污秽，甲所有的恶相。我要赐恁新的心，将新的神放伫恁内面。我要对恁的身躯除去亲像石头遐尼重的心，搁赏赐恁亲像肉遐尼软的心。我要将我的神放伫恁内面，互恁会遵守我的规例，顺趁我的命令。恁要住伫我赐互恁祖先的迄块土地，恁要做我的子民，我做恁的上帝。我要救恁脱离一切的污秽，嘛要互恁五谷丰收，袂阁有饥荒。我要互恁的树木熬结果子，产园出产真多，互恁袂阁因为饥荒受列国侮辱。迄时，恁会想起家己邪恶的行为，甲所犯的罪过，嘛要因为恁的罪恶甲通厌恶的事厌倦家己。以色列人，恁着知，我安尼做，毋是为着恁，恁着为家己的行为见笑歹势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：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将恁所有的罪洁净了后，要互恁的城镇有人徛起，风波搁再重建。即块趴远的地，就是过路的人早前看做风波的所在，呾会当开垦种植。因要讲，即块以前趴远的地，现在竟然亲像伊甸园。这个趴远、荒废、互人毁坏的所在，现在变做坚固、有人徛起的城镇。迄时，你四周围还未灭亡的国家要知，是我上主重建荒废的城镇，搁再将风波开垦种植。我上主讲出喙一定实行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要搁回应以色列人对我的恳求，互因的人口亲像羊群遐尼多。荒废的城镇要搁有人话话快快，亲像耶路撒冷伫做期献祭的羊群遐尼多。安尼，因就知我是上主。上帝的神更新性命。以西结书36章的述事，对上帝对以东的审判，转往有言以色列的复兴。对这群失败受掠、搁失望悲伤的以色列人来讲，这将是一段重生的过程。上帝透过先知以西结的喙，向因宣告：我要赐恁新的心，将新的神放伫恁内面。我要对恁的身躯除去亲像石头遐尼重的心，搁赏赐恁亲像肉遐尼软的心。我要将我的神放伫恁内面，互恁会遵守我的规例，顺趁我的命令。即句话不只是上帝对以色列的应允，也是对古今每一个心灵软弱、渴望受更新的人的呼唤。对生活踮伫压力、
散车甲边缘处境的以色列人来讲，这是一段帮助因重建信心甲生命尊严的信息。以色列人因为背逆受惩罚，受掠到外邦，但是上帝并无任凭隔壁国，特别是以东人占领因的所在。上帝宣告：毋过以色列的众山树木话果茂盛，为着我的子民以色列恁遮的人结果子，恁真紧就会转来。伊要亲自更新以色列人，带领因回归故土。就算上帝讲，以色列人无论互人掠去倒位，拢互我神圣的名受亵渎，但是伊还定义赐着应允，将伊的神赐互因。这是上帝的赏赐。要为以色列人带来生命的转化。对今仔日感觉无力改变现实的人来讲，这段经文相款，亲像清早的曙光带来新愿望。咱常常听人讲，我就是安尼，无办法改变啦。这是受环境、绝望和做困惑者的心声。但是上帝讲，我要将我的神放伫恁内面，互恁会遵守我的规例，顺趁我的命令。上帝要主动进入人的心，互人的生命得到更新，为着要彰显伊的名。早时以色列人虽然伫列国互上帝的名受辱，但是上帝还要伫列国中证实伊的名是圣的。安尼，因就知影伊是上主。相反，咱的生命改变，毋是为着要证明家己成功，是要互人对咱的改变知影，上帝是圣洁、慈爱的神。当咱才会捌受压迫、互看袂起的人，因着上帝的灵，生命更新，重新徛起来的时，就是上帝国度荣耀的见证。经文的后段指出，迄时你四周围还未灭亡的国家，要知是我上主重建荒废的城镇，搁再将风暴开垦种作。我上主讲出嘴，一定实行。上帝要互荒凉之地再度繁荣，人烟稠密。伊毋简单更新个人，搁互整个民族、城市、土地拢更新。上帝的神会带来全面的复兴，和族群的更新。当上帝的神临到咱，无论咱的处境是安怎，咱的生命拢要受更新。咱来对荒芜行往丰盛，对败坏行往圣洁，成做上帝国度的见证人。默想，只有倚靠上帝的神，人的心才通更新，活出崭新的生命。我的生命安怎互上帝的神更新？只有倚靠上帝的神，人的心才通更新，活出崭新的生命。我的生命安怎互上帝的神更新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求你赐予我新的神，互我无搁再对家己意思行，生命日日得到更新，成做你喜悦的器皿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